今仔伫台北市一间幼稚园，一个姓陈的教保员洪亚公涉嫌不当管教，佮对细汉囡仔骗扫卡来手来。目前知影有2间幼稚园25个囡仔受害，市议员即马批评台北市府拖3个月才甲这个老师停职，也毋过市长蒋万安是强调讲，市府绝对无拖沙，第一时间就有随处理。 台北市幼儿园阁有不熟的老师，伫民生社区某一间教保服务中心的幼儿园，有一个姓陈的教保员牵涉到不当管教，加威胁细汉囡仔。经过教育局调查了后，认定行为事实，但罚60万，阁终身袂使任职。 这位教保员呢，他是有碰触小朋友的一些重要部位哦，而且呢还有不当对待的情形发生。只要小朋友吵闹的状况的话呢，他就会用胶带粘住小朋友的脚啊、手啊等等。 不过，台北市议员柯秀华指出，伫今年8月就传出姓陈教保员有不当对待，不过幼儿园拖2天才向市政府通报，透过监视器画面才知影，毋但干那姓陈的教保员，还佫有2个女性教保员嘛对细汉囡仔做出不当管教的行为。不过教育局煞干那要求姓陈的教保员停职，一直到11月才将3个涉案的教保员停聘。批评市长蒋万安保护囡仔的承诺无做甲够。 蒋万安讲的说立即停聘在哪里，然后呢立即的解约又在哪里？那这个案子，这个平安新村要到明年2月才能解约，所以呢家长就炸锅了。第一时间接获通报是有不当对待就体罚，所以我们即刻的去要求当事人先停职，然后去调阅相关的监视器，而且我们甚至拉长把前面2个月监视器也全部调查。 蒋万安讲，第一时间接到通报，就随家当事人停职，袂使搁入园，而且园方嘛袂使搁招收任何新生。因为发生这件案件，幼儿园是国防部委托民间经营的，市政府发文予国防部，要求1个月内停止甲业者的契约，袂使搁经营。国防部嘛发声明表示，后续会请教育部各教师协助办理中心招标作业，通维护学生囝受教权益甲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